嗨，大家好，我是坦平树。今天是2025年2月23号。这一期咱们聊一聊特朗普川建国。最近特朗普可以说他1月20号宣誓就任第43届总统，已经1个多月过去了，确实也刮起了一阵特朗普风暴。至于这个风暴是妖风还是什么风，大家各有这个判断。也可以说他上台叫眼花缭乱的骚操作，全打死老师傅，不仅让他的盟友整个懵了，甚至让他的传统的美国的这个对手现在都已经晕头转向啊，感觉整个世界乱套了。特朗普掀起的这股风，现在众说纷纭。今天这个人大的教授张明，据说是他发了一篇文章，他来谈一谈这个川普，谈一谈川建国啊。他的文章标题叫《川普的敌人》。我们一起看一看张明他是怎么评价特朗普的。他的文章说，他说有小朋友想让我谈谈川普，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就随便说几句。川普第一次竞选总统时，我就对他很反感了，从竞选的方式到新媒体上铺天盖地的谣言，都让我嗅出了一些极权主义的味道。尽管川普的第一个任期表现还算节制，对共和党的建制派，对那些真正的保守主义者还算客气，能听一点意见，但我依旧一直在批评他。这个张明老师啊，还专门注明仅仅是批评，直到他败选时煽动民众冲击国会大厦，让我感到了愤怒。就张明老师啊，这一段对川普的这种印象跟我基本也一样，我也是这种印象。特朗普第一个任期我都不怎么关注他，所以也谈不上批评，我只是觉得他很有意思，我把他当一个娱乐人物来看，因为他喜欢发推特，没事就发一条推特，而且他是第一任他就开始推特治国。这个推特治国啊，就有点像大字报，他绕过了美国的重重这种叫官僚系统，他本来是通过官僚系统往下传达，通过媒体，在传统的有一些渠道已经约定成熟，但是特朗普不，他直接通过推特，他半夜里有个想法，他马上就发个推特，全世界人民都知道了，而这些官僚系统还在梦中，所以说非常有意思。我们接着看这个张明老师怎么说的，他说也许是美国加上欧洲的左派在进步主义的道路上走得太快，也太离谱，也许是手机互联网的新媒体时代，美国的传统媒体尽管在我看来并没有太多的失信，但却被高度污名化了，加上科技狂人马斯克收购了推特，把这个庞大的新媒体平台变成了川普竞选的机器，网上谣言风起云涌，所有的核实都没有人信了。这样一个新时代让人们还真的不太适应。总之说，川普的第二个任期竟然横空出世了。第二个任期那些哪怕稍有意义的共和党人也都被排除了，他找的人竟然一色的马屁精。这个观点跟我完全一致。我觉得特朗普是不是受太祖影响？太祖晚年围绕他身边的，你想一下都是什么人？他为什么这么做？你不能不说特朗普是深受启发，要么就是特朗普他有这个基因，自己能琢磨明白。他的第一个任期，他的副总统彭斯、什么班农，还一大堆的，最后跟他都是分道扬镳。那些人都有自己的势力，都有自己的政治资源，都不是小白。某种程度上，他们比特朗普更像是政客，特朗普才叫政治素人，所以特朗普 hold 不住他们，所以频繁的换人，最后是基本上反目成仇。所以第二个任期，特朗普汲取了经验教训，用的全是小白，也不能说全是小白，总之这个都是一些新人，政治资源没有那么丰富，底蕴没那么深厚。这里面恐怕就是个卢比奥，稍微他以前当个议员，在政坛上摸滚打爬了一段时间，而且我觉得卢比奥很有可能是特朗普第二个任期里面第一个跟他决裂的人，很有可能。我们可以继续往后看，卢比奥现在他对媒体讲的话已经慢慢的跟特朗普那个团队有点不一样了。我们接着看张明老师他怎么说的，他说清一色的马屁精，唯他是从才是川党的美德，这叫高度看齐意识。这样的话他就没有了起码的刹车装置，也听不到任何合理的建议。这个我倒觉得这个张明老师恐怕多虑了，就是特朗普身边即便全是这种奸佞小人，对特朗普的建议批评也不会太少，无论是美国的媒体还是美国很多共和党人，就是特朗普他不可能听不到对他的批评的声音。这个跟某些国家领导人完全不一样，某些国家领导人还低保老人他完全听不到，就在国内他是听不到任何反对的声音，很难听到。但是特朗普即便他身边都是他的小马仔，那反对他的声音那也是铺天盖地。作为一个
做历史的人，他说我不认为美国人不会犯错，美国人犯错并不是第一次，一战和二战美国都陷在孤立主义的泥潭里，久久不能自拔。尤其过分的是，二战在法国投降之后，形势那么危机，孤军奋战的英国到了至暗时刻。这个至暗时刻是一部电影，反映的就是丘吉尔临危受命，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说眼看就要被德国潜艇卡住命脉，向美国购买50艘老旧的驱逐舰，美国国会就是不批，民意也一边倒的不支持英国，最后还是罗斯福总统用尽了计谋，让英国人出了大价钱才拿到了这些驱逐舰。其实明摆着，一旦英国倒下，下一个肯定是美国。如果不是日本人偷袭珍珠港解决了这个难题，美国到底怎样选择还不知道呢。也就是美国人也会犯错，不要迷信美国人，这只是当年美国人犯蠢的时候还有一个明智的总统。他说，而这一回美国人却选出了一个被自媒体渲染成无所不能救世主一样的人。可是真实的这个人是不是重罪犯姑且不论，他的确是一个最没有常识、最固执己见、最狂妄自负的一个人，历史上罕见。最可怕的是，这个人毫无道德感，没有任何底线，完全罔顾法律，视法律为他的行为桎梏，一生经商最大的成绩就是钻法律的空子。有人说他不讲人权，不讲道义，但他在乎利益，美国的利益。一个总统能为本国人民谋利益也不坏。虽然让美国再次伟大原本就是一个脱胎于法西斯主义的口号，就算我们忽视这一点，单单从美国自身的利益上讲，川普上任1个多月的所为能让美国再次伟大，让美国人民富裕起来吗？川普政策的2大法宝，第一就是加关税，第二减所得税，靠无条件的对所有国家加关税打贸易战，美国就一定会获利吗？你加人家就不反制。这个我倒是觉得张斌老师说的对，我们引用胡锡进老师的一句话，就是都加关税就相当于没有加。胡锡进老师的名言用在这个地方，那简直是最恰当不过啊。所以特朗普也好好看一看胡锡进老师的理论，说这种杀敌1000自损800甚至自损1000的做法，从历史上看，没有一个国家能因此而强大。经济学的常识，充分的市场经济、自由贸易才是致富的根本，也是美国立国的根本。谁不知道在列强还沉迷于殖民掠夺的时候，美国就开始大力提倡自由贸易门户开放。美国自2战以来苦心经营了一个世界秩序，他做世界警察，提供公共服务。当美元的霸权得以确立，美国可以无毛英超，从而使得美国的军事实力天下第一。这个大家都知道是吧？美国为什么能够成为全球第一，跟他这一套是有关系的，密切关系。各国的科技人才源源不断涌入美国，让美国维持了几十年的科技领先。美国的制造业虽然因此而转移到了劳动力更加便宜的国家，而且为欧洲和日本、韩国承担了保护伞，这些都是美国建立的秩序中的应有之义，也是美国霸权的必要代价。如果你要不再支付这些代价，不提供这些公共服务，那么你的霸权也没有了，人家不再依靠你，人才流、技术流、资金流就会流向别的地方。慢说大家都不用美元了，就是有一部分回流到美国，这个通货膨胀可就吓人了。减税不是个坏事，但你肆意撕毁协议，朝令夕改，让人缺乏预期，从而吓走投资者，那么减税的意义何在呢？这个川建国朝令夕改，这个大家都领教了，更不用说川普要用贸易战威胁吞并加拿大。他昨天还说让加拿大成为第51个州，允许加拿大保留国歌，用武力威胁拿下巴拿马运河，拿下格陵兰岛，对昔日的欧洲盟友极尽侮辱，威胁之能事，逼得这些盟友欲哭无泪。短短1个多月，美国就从世界稳定的锚变成了世界的破坏者，而破坏的恰恰是美国苦心经营起来的秩序。这个就是我在会员节目里面说的，叫特朗普自废武功。作为全球第一，你想打败他很难，但是你阻止不了他自己打败自己，这就是命运。堡垒从内部被攻破了，就像你打败不了苏联一样，但人家自己解体了。美国是不是也到了十字路口？丁老师说啊，他说你说川普是商人，但商人的行为至少是有起码的经济理性。他出卖欧洲，出卖乌克兰，为的其实就是讨好俄罗斯，讨好普京。前澳大利亚总理说啊，他看见川普见普京就像一个高中生看见崇拜的球队队长。是的，就算你川普
崇拜普京。作为一个商人，那国与国的交道也得看利益吧。你逼乌克兰签一份出卖矿产资源的协议，虽然缺德，但还能体现一些经济理性。但是你讨好普京，是打算从俄国那里讨到什么利益呢？乌克兰还有你要的稀土，而俄国有的石油、天然气、武器，美国需要哪一样呢？俄美贸易今天几乎为零，此后就算你们结盟，也增加不了多少。这个基本上就是这样。俄罗斯和美国之间的贸易为什么提升了余地？它可以做到几百亿美元。俄罗斯人也有可能做美国的转口贸易。你美国敢卖给他高精尖的芯片吗？那些技术吗？你卖给他，他也用不了，他就转手卖给别的国家，后面加一个零。我觉得俄罗斯人能干出来。也就是俄美结盟，经济上面对美国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啊，更多的恐怕是政治和外交，还有军事上面的。就说你无视普京这个独裁者的侵略，无视他制造一个又一个大屠杀，你一句话都不谴责他，但你如此跪舔此人，到底是图他什么？是仅仅是像一个高中生那样，仅仅是要他一个签名吗？这个也是很多人理解不了的，就是想象不到特朗普为什么那么跪舔普京。当然了，有人说他是什么间谍，有人还说他是曾经在莫斯科有什么小电影被这个普京给抓住了。我觉得这个但凡动点脑子，你都不会相信这种谣言的。特朗普是那种你用小电影就能控制他的人吗？人家不在乎。你要说特朗普是俄罗斯的间谍，我觉得这个好像特朗普自己也辟谣了。你要说特朗普是俄罗斯的间谍，那你只能说明美国的情报系统太弱了，自己的总统是人家的间谍你都不知道，人家还选2次总统。所以这些谣言，我认为你只要智商正常的人恐怕都不会相信。那到底特朗普为什么这么跪舔普京呢？我在以前节目已经解释过了，这个是一种对权力的膜拜。他不是喜欢普京，他是喜欢普京这样的权力。他还喜欢司令官，他跟司令官也是朋友。那你总不能说他又是司令官那边的间谍，你也不能说司令官也有特朗普的这个小电影。实际上特朗普某种程度上对这种集权，对这种独裁的这种权力，所有的权力集于一身，这种叫崇拜。那这个恰恰对美国的现行的制度，美国运行了200多年的这个制度，就是一个挑战，就是一个破坏。那问题是这样的人又是美国人选出来的，那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张明老师说时至今日，很多人还在为川普辩护，全然忘了自己当初是怎样支持乌克兰抵抗侵略，怎样拥护泽连斯基，一味跟着川普的步调在走。在这些顽固的拥趸眼里，川普这样做是在下一盘大棋，是为了更好的对付世界更危险的敌人。张明老师说，谢谢吧，这个世界的秩序和道义已经被川普打了个稀巴烂，不管他退出北约，但西方盟国这个概念已经不复存在，欧洲从此也得各奔前程。这个局面到底对谁更好？仔细想想吧。川普没有常识，你们不能也跟着没有。如果你们真的认为川普就像某个大人物说的那样是神选之人，是这个世界的救星，那请你们想想过去不太远的那场大革命，这个世界从来就没有救世主，至少活着喘气的都是冒牌货。在这个世界上，川普没有敌人，他唯一的敌人就是那些阻止他独裁的人和制度。美国制度的篱笆已经被他打得千疮百孔，人呢，他也正在被报复之中。这个我在以前节目我也说过了，说到底是美国这种环境、这种制度300年来运行下来，产生了特朗普这样的人，他是个偶然还是个必然？那我觉得作为我们应该考虑这样的问题，而不要考虑那些表面的，没有意义啊。特朗普在这个时代出现，他是一个必然还是偶然？是美国这个规则，它的制度运行了200年、300年，已经到了该出现特朗普这个时候了，就所谓的历史周期率。这个历史周期率是不是也符合美国？美国它历史短呢，只有300年，那是不是它也该轮上了？我觉得作为一个专家学者啊，应该从这个层面去考虑问题，而不是考虑特朗普这种现象。即使特朗普不是这样的人，是不是过10年会出来一个像特朗普这样的人？这个人他就是负责找到打破美国现行这个制度中的这个漏洞。实际上美国这个宪法好像就没改过几百年，他怎么可能适应当下这个社会？那为什么以前的总统都不打破，或者以前竞选的人，那是因为人家有叫什么？有道德底线，人家有契约精神，人家知道那儿有漏洞，但是我不去钻。君子坦荡荡，但是偏偏你就遇到像特朗普这样的人，那你怎么办？而且特朗普关键他还有民意基础，所以我觉得与其考虑特朗普这个人道德败坏什么这个那个的，你不如考虑这个制度运行到这儿，即便不出现特朗普，也会出现别的一个人，即便不是今年，那过3年、5年或者10年，会不会出现一个人？如果你再结合全世界都在发生变化，德国出了一个魏德尔那个女的，你看看她的言行和马斯克和特朗普基本一致，这个英国、法国
都在出现这样的人，那这是不是说明这是一种思潮，也是一种潮流？这个世界往左摆得太狠了，引起了反噬。张斌老师说他说我唯一感到宽慰的就是这个家伙没有希特勒那样的聪明，会用人，能成为一个暂时的邪恶事业。川普很蠢，而且自负，不是一般的蠢，一般的自负，他会留下一地的烂尾工程，把美国经济搞得一团糟，把美国的国际环境搞得一地鸡毛。由于没有刹车装置，这辆疯狂的川普牌跑车还会疯狂向前，直到把自己撞得粉身碎骨。有人预言特朗普这4年就干不完不是死于非命，就是其他的这个事故。说到特朗普，咱们的这个频道老的粉丝都知道，特朗普宣布参加竞选的时候，我就不希望他能当上总统。理由很简单，就是他当了总统之后，导致俄乌战争会发生变化，让这个乌克兰的反抗事业产生变数。这是我反对特朗普当总统的原因，就我不支持他。但是事与愿违，偏偏就是他选上了。那面对这样的结果，你有什么办法？骂解决不了问题，所以还得冷静的分析特朗普。我在想，特朗普第一个任期，他跟普京之间的互动是不是也是口惠而实不至？他到底给俄罗斯做了什么？有没有人能举出一些例子出来？就是他做了哪些事情壮大了俄罗斯，让俄罗斯占了便宜？好像没有吧。恰恰相反，在特朗普手上还加大了对俄罗斯的制裁，这是我的印象中我记得不一定准。然后德国要拥抱俄罗斯，对吧？欧洲要加强跟俄罗斯的能源合作，这个特朗普是坚决反对。那你也不能说特朗普有什么战略目标，什么战略眼光，至少从他一个商人角度来说，你跟俄罗斯买石油买天然气，你为什么不跟美国买？他都是反对的。是谁给了普京侵略乌克兰的勇气？肯定不是梁静茹，更不是特朗普。我们要仔细的分析这个原因，所以把这个锅全部扣到特朗普头上，确实也不公平。这个特朗普给我感觉就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虽然他那一张嘴胡说八道，但是他真正的苦处道出来没人听。不是你欧洲绥靖在先，对吧？你欧洲跟俄罗斯眉来眼去的，俄罗斯有这个胆量悍然发动侵略乌克兰的战争吗？即便在这个3年战打下来，欧洲到现在还在用乌克兰的天然气。欧盟说到2027年才能彻底的切断跟俄罗斯的能源联系。你2022年开始打仗，打了5年战之后，你才跟人家彻底断绝石油天然气。完了，你还指责别的国家从俄罗斯买天然气。所以说这欧洲很多事情做的也不是很光彩。欧洲跟俄罗斯断绝了经济往来吗？没有。虽然16轮这个对俄罗斯的制裁，为什么不能彻底切断？所以我说欧洲都在打自己的小算盘，尤其是斯洛伐克和匈牙利这2个反骨仔，他只不过是浮在水面上，跳得更高而已。欧洲还有很多国家暗中跟俄罗斯往来，经济联系很密切，所以欧洲是既要又要。你遇到了特朗普这样的人，所以这一套玩不下去了。以前在拜登手上的时候，拜登他是叫政治正确，考虑大局，就像张明老师刚开始说的一样，美国维持这个世界的秩序，美元霸权等等。特朗普拜登是从这个角度考虑，所以美国就多给武器。但是到了特朗普这儿，他已经不在乎这些了，他只算眼前的利益。这个我记得在慕尼黑会议上，新加坡的国防部长说本来全世界把美国当作这个道德榜样，世界警察，结果特朗普现在所作所为让大家失望。你美国居然做起寻租生意，实际上我说这个对美国的破坏是无法想象的。这就是说，你特朗普对国内的政策你可以改来改去的，那是你对美国人民、对选民你的承诺发生变化，美国人能理解。但是你外交，你尤其跟国际上这些机构、组织或者国家，你的承诺、你的协议，你必须要得到履行。美国是2党轮流执政，2党交替，你不管哪个党上台，你对外的这些重要的承诺、协议你不能改，你不能说共和党上来是这样，民主党一上来全部推翻。你对内政策你可以推翻，你对外政策你不能动。你一动，你一背信弃义，那你给所有的其他的国家印象就是不可信。你美国能干出这事，既然你能干出第1次，那就有第2次，就有第3次。所以慢慢的，美国那些小兄弟就不再相信美国，或者叫不敢100%的相信，势必会半信半疑。这个损失恐怕短时间很难弥补。这个对特朗普的评价，我一直是秉持一个什么？不要关注他说什么，还是要关注他做什么。昨天特朗普自己又说了，是俄罗斯侵略了乌克兰，他就这样颠三倒四，随口就来。如果你要计较这些，你恐怕你就过不下去了。我还有一个观点，特朗普
第一任的时候就天天攻击这个传统媒体，说他们是造谣言、散布谣言，还制造谣言，是吧？确实，就特朗普跟传统媒体的仇早就结下了这个梁子。所以你现在可以，你仔细看一看，所有美西方的媒体对特朗普的话，特朗普说的好话基本上没有什么重点报道，但是特朗普说的那些不着调的，那马上放大，重点宣传。我觉得应该能得出这么一个特征规律。你比如说，昨天就有人传言说，特朗普团队的人逼泽连斯基要签那个矿产协议，如果不签，3月1号要断新链。人家马斯克今天跑出来辟谣，对吧？说这都是谣媒，都是这些媒体在造谣。昨天特朗普说了，你普京啊，你老老实实来签协议停战，否则就要加大制裁，就要给乌克兰提供援助。但是媒体像这些话，他是不会仔细去报道的，所以给大家的印象就是特朗普就专门打压抹黑泽连斯基，逼泽连斯基签卖国协议。我是支持泽连斯基签这个协议的，但是这个协议卖不卖国，因为它的细节我们都不知道，媒体今天这样说，明天那样说，它的里面的条款到底是什么一个条款？但是这些细节我们先不说，我们只说当前的形势。泽连斯基签这么个矿产协议没毛病，识时务者为俊杰，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现在需要援助，你又不能离开美国，只要特朗普能够提供安全与保障或者是武器援助，矿产协议就可以签。至于这个协议的细节，等到最后公布出来，咱们再说他是不是乌克兰吃亏，是不是美国人趁机掠夺了美国的乌克兰的矿产、乌克兰的利益，是不是趁火打劫？最后再说说美国现在出了这么大一个问题，我们经常说美国它强就强在它有强大的纠错能力。我记得是胡适说过这样的话，如果我们把拜登有点左过头了，特朗普的行为是对拜登的这种政治正确、这种过左的这种政策是一种纠正，那么谁来纠正特朗普的过右的政策？这就是考验美国的纠错机制，它能不能正常运行。有人说特朗普恐怕还要再干4年，如果要干8年，那很有可能就把美国的现行制度给它颠覆了，也变成普京那样的人物，这个不是没有可能。所以这就考验美国的这纠错机制，谁还能制约特朗普？我现在越来越感觉到马斯克他在美国搞的这一出，从形式、从手段上面越来越像上个世纪60年代发生在大国的那场运动。今天马斯克好像要求美国的政府雇员发周报，这个在上过班的人都懂，尤其是这个码农，很多公司要求发周报，你得汇报你这一周干了啥，对吧？每个周五下班之前交。后来有的公司就开始要日报，我都遇到过，还要写日报的。好，还有更狠的，3小时报告一次。我总结了一下，反正是要求写周报、要求写日报，甚至3小时报一次的，那公司都是在走下坡路，就是不行了，垂死挣扎呀。这马斯克要求美国的这个公务员要写周报，如果你不写，就视为自动离职，很有意思啊。马斯克现在这个刀锋所向，叫所向披靡，他就是靠什么推特上面、X 上面一公布，美国那些民众一欢呼，这个就代替了法律的审判，这个形式还是有问题。本质上，美国的政府效率部马斯克他可以监督任何人，这个没错，但问题是谁来监督马斯克？如果没有人能监督马斯克，第一个就打破了美国这种互相制约，权力要有制约啊，每个权力都有另外一个权力来监督你、制约你，就打破了美国的这种平衡。第二个，你就只能寄希望于马斯克是个圣人，马斯克不能犯一点错误，马斯克不能有一点个人的私利，他是个道德上没有任何瑕疵的，而且智商上没有任何一点欠缺的，是完美的圣人。这样他才能不受制约嘛，不受监督嘛，因为他不会犯错误，他是神，神怎么会犯错误？谁能制约马斯克啊？反正到目前看好像没有，所以这个就是不好的苗头。我觉得美国它这300年，它这个制度，它的优势就在于相互制约，相互制约导致什么呢？导致你犯不了大错误，也就是美国它小错误不断，但是大错误也没有，他就是犯了，他能叫自我纠错，这就是制约。你反过来再看看俄罗斯、印度、这个朝鲜，他就没有制约，那就希望这个人是个圣人。实际上人非圣贤，哪有什么圣人呢？刚才张明老师说了啊，你这要喘气的那都是伪圣人。说来说去啊，最后我还是那句话，支持乌克兰抗击俄罗斯侵略的，不要灰心，不要被特朗普这个大嘴在这东一下西一下的乱了方寸，还是要看他做什么，不要看他说什么。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